大家好，我係識碳總行長 Jeremy， 帶大家參加全民減碳大行動。啲衫着舊咗或者唔啱着，記得拎去回收啦。仲可以捐俾有需要嘅人。扭轉習慣，一齊減碳。我哋搞掂啦！ Good job， 影相任務完成。將廚餘妥善回收，就可以減少堆填區嘅負荷，仲可以轉廢為能。扭轉習慣，一齊減碳。我哋都參加咗全民減碳大行動啦！回收廚餘搞掂。早啲出門口，步行代替搭車，健康有低碳。多啲選搭公共交通工具，坐少啲私家車，一樣可以減碳。扭轉習慣，一齊減碳。咁簡單，我都做咗啦。Yes， 做得好。日常家居廢物入面其實有好多都可以分類回收㗎。清潔好攞去回收就啱晒啦。綠在區區已經進駐唔同社區，回收減碳成為咗你生活嘅一部分未啊？扭轉習慣，一齊減碳。咁容易點會難得到我哋啊 Yes， 低碳生活就係咁簡單。喺衣食住行上扭轉習慣，實踐低碳生活，就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。11月1日起，全民減碳大行動share你嘅減碳行動，有機會贏取零碳演唱會門券，到時見。